人呢一生就得3件大事，搞掂咗就收工啦。第一件，將生我嘅人送走，佢哋養我細個，我養佢哋老，唔好等到最後，佢哋等唔切，錢冇咗可以再揾，人走咗就係一世。我唔欠世界乜嘢，只欠屋企人端茶送藥、養老送終，呢啲係做人嘅底褲，脫唔得噶。第二件，將我生嘅人養大，帶佢嚟到呢度就要陪佢行一段路，唔係要佢光宗耀祖，而係教佢行正路，識好大，幫佢企穩腳，睇住佢成家。之後體面退場，唔綁住佢，唔賴住佢，放手，係做父母最後嘅本分。第三件，睇好自己呢副身軀，前半世用命換錢，後半世唔好用錢買命。你仆低咗，屋企人邊個照顧？細路邊個撐？唔捱夜，少嬲氣，識明唔係驚死，而係驚冇人幫你頂住。上孝父母，下教仔女，中間善待自己，呢3件搞掂，虧欠就還晒數。忙完呢3樣，人生嘅戲就唱完，之後嘅日子唔欠人，唔求人，平平安安就係最好嘅收尾。